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放上全球訪問量最高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呢？喺呢度，我哋教大家點從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。所謂海量 ，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000封郵件。我哋點樣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借助 Google、YouTube 呢2大搜尋平台，讓我哋嘅產品帶嚟希望，為我哋嘅產品喺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。我哋喺呢度示範一啲關鍵字俾大家睇，大家喺呢個頁面可以好隨意揀一啲關鍵字去測試。我哋試呢個係 Mobile Marketing Pandemic Gift。呢度個數據係320萬，喺320萬數據裏邊，全球排名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都係我哋做嘅自然排位。大家喺呢度睇到，我哋從 YouTube 呢個平台帶過嚟嘅愛連，令到我哋喺全球首頁排名增加咗，加重咗我哋喺 Google 裏邊嘅權重。我哋再翻去 Google 個 video 頁面睇一下。情況好不一樣，呢度嘅數據係只有7萬，但係話首頁俾我哋霸佔晒。第3頁啦，嗰個情況一樣，都係俾我哋霸佔晒。競價廣告依然係存在。第4頁啦，都喺樹。第5頁啦，都喺樹。喺呢度說明，我哋今日做嘅全球首頁自然排位，我哋係從第三方愛連帶過嚟嘅。喺呢度，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全球化嘅免費視頻平台。所謂全球化，我哋係唯一一家能夠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廣告播出之前，絕不加插廣告去干擾，讓觀眾透過智能手機就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、你個廣告，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。如果大家對以上情況想進一步了解諮詢嘅，大家不妨同我哋聯繫一下。我哋係香港唯一一家教大家從零成本做全球首頁排名嘅公司。多謝大家。